峭壁不如顷刻间决定呀，线下相见。气寸寸的不及心花雨落，困起来命难保，死过不行，死过不行。什么树？你哪里走？把罪两个男的累了两个女的，你郎见坤，尔等尽管在此撒野。你是谁？尽管管我财官老爷的言辞。我嘛，我乃是你爷爷金凤家，与我拿下。
滚！我也滚！什么？多谢也是相聚用手多报告示。小夫满嘴，前面那是悬崖峭壁，无路可追啊！多谢指点，是我这边走，这边走。哎，不对，前面那是一条通天大路，你们就是插上自刀，也是飞不过去啊！哎呀，高妹，到了北京，我是死路一条。相公，师姑到了，小姑都这似乎是好啊！小生心情明目教本地圣旨，方才得知你们自备定有艰难之事，生我冒昧，我们小姐真心大名，家之后此，因何来这荒郊野地呀？也是天了小女子做戏变良人，闺中其名身份送。纨绔子门内红，夜半三更到出门。小姐，这些是你不知了。我好心相劝，你为什么欺骗于我？我没有骗你啊！你家小姐叫你去接受啊！没有骗人，没有骗人，没有骗人。为什么不见你父母追问，却是惊动了官府？啊，小姐不害怕，我家相公古道你上，你为什么为难之事，谨慎无方？是啊，不必吞吞吐吐，说啥就是了。此事用文书是严相告，是严相告，莫非为逃婚离家门，实是有天大冤人满腔恨，都只为家招不应，难栖身门内无暖帮讲啊！呀呀，话到口边往回腾，我是朝廷亲安子，怎能够萍水相逢吐真情？你是他庐山真面目，话到口边留三分，有言难言方成乱，进退无门
当中放悲谁？用眼泪去谁头中去美丽，莫非他回避我骄纵不要被他出真情。望有恩公指点迷津，请我们特立仙境，要我们救你特羡慕。只有这一条路。什么路？自的上上在我为尊驸马。给你们回复。好。不可惜，小姐不必害怕，我们虽是萍水相逢，小生对小姐恰是一见钟情。一见钟情！哎呀，这是从哪里说起呀？小姐，这乃是天赐良缘呀！他有眼无珠，乱点鸳鸯啊！哎呀，神啊！我们还是逃追了吧。这吧！可你们也逃不出我的手中！哎呀，结束难道啊！快讲！师傅，哎呀，小姑莫是莫不知了讲吧。原来你们真是一股乱的。小生你当去出暖儿，为何乱打一仗？这意难尽中一股黄标阵，这个老子他怎么样？他得天行大道。
清风难自已，可恨老人气多心，无言心无讨苦命，可怜他连记得起一笔小生我连夜逃命追荒郊，苦恨老是怕贼兵，淋雨也是冤上水，死里逃生恨心惊。同是天涯人，莫人。大黄标狼心肝肺乱朝政，还是目前家你们，青山里有雨，红顶他多岂能受？这先生也是被王表老实说，你要相濡以他呢？像我山寨之上缺少一名通达诗书之人，不妨请他上山相助于我。我明白了，小姐之意，请他上山相爱于你啊！是相助于你，快去快去！陈兄托的事情已有后话。本想退本母亲，可是事情这恐躲避不及了啊！请确诊各国3七回复3等稳等。你我萍水相逢，成果当造。哎呀，小姑，我们已是走投无路了。小姑，你不要太生做事了，去吧，我们去吧，去吧。此次攻击啊，不是从明了啊！此次三真兄请真兄请啊！四师兄请啊！请了，请了，请了！今日这次人婚，你们要小心，小心何来呀？千万不要久等失业，沈小公还不知这次的真相呢。依我看呐，索性与他明示了的，自己的道不可明天，是只晓得明白，请，哈哈，哈哈哈哈。情云里呀，为今得救元神，谁知恩人便笑
到今朝都往化作成烈丽，深爱我浑上心好心意，忙忙碌碌去看秋夕呀，去看秋夕。现在夕阳出来了。不想我身份书也有经手。独行小姐进梦郊，清醒与我几轮交，神魂烟雨相映好，死与得水恩情好，但愿得温柔乡里门中老，与何必飞毛相牵，千里当让。他不因你贫穷，还连你这样，又找你为婚，你是该好好的谢谢人家才好呢。是呀，他不但是我的姻亲，还是我的恩人啊。不过这金小姐与别家小姐可是大大的不同啊？有不同啊？喏，凤桥小姐情谊好，经过须眉运气好，家人国富知多少，福到龙墙心情好，就是那要上丫头人娇小，我看他自有杀气上眉梢。哎，小你相公糊涂了，想必是等晚却得过于高。金小姐家
家产百万成富豪，家人利益富力高，唐十八呀来强盗，宽家富源有必呀！话虽是此，孔母啊，总有些放心不下。哦，要么再娶到名，这样你就放心的下来。今小姐为夫，小姑娘子回来了。哦，娘子回来了。啊，官娘子，请啊，请啊！表嫂，请。官臣常为谢谢。准等娘子回来。夜郎举灯，为妻长官先走一年，日夜繁忙，少被官臣放不见过。娘子是哪里话来？娘子，今日你像是辛苦的呀。这了几日里倒是有些疲倦了。要伤不是别人，请娘子恩情。饭每日酒菜，与官人少饮几杯。与老娘子了。要上晨昏，你们细细去吧。是。娘子，表嫂，进来啊，进来。官人。你可知我为何救你上山，又为何倾心于你，结为夫妻？背身怎要领教？官人，你的父亲是哪个害死的？那是黄表老臣。事情实之后人？朝中官居一品。官人，你可知为妻的先母也是被人害死的？哦，令朕乃是何人所害呀？那是黄表老臣。也是黄表。娘子，你我汉人是同病相怜的，真是同病相怜。你我汉人是一对同命鸳鸯，真是同命鸳鸯。要用鞭子杀气神，等是我胆
将尊心记。官人，哎呀，娘子啊！哎呀，路走亲，却将那生郎亲。警察不敌当年恨，来来来，哎呀来警察铁匠为官臣为妻敬你一杯，愿我们两股把水结了。给银的，给银的，请。官人为妻再敬你一杯，愿我们两股地久天长。给银的，给银的，请。官人为妻再要敬你一杯，愿我们两股冤仇不报。给银的，请啊，请。娘子，本身不胜酒力了啊！官人，他竟这人这个样子。官人，这次许贼夫接连响应30万两，明日从上行军鼓。好，送到门来的厚礼，岂可不顺？马将军，你看是否？我快去交这笔下运。好，前方去他总带领意思，我且看谁到。她竟是个尊上为王的女将啊！30万两相迎，非同小可。哎呀，他做下这无法无天之事。一旦官兵消散，我这个将到上府，岂不也要拿去分财吗？哎呀，这便之后是好啊！哎呀，趁那句讲道，还在先天一时，负有防备，不知悄悄逃走了吧？
神翁啊！哎呀！不要再跟大呼小叫做什么了？快随着引力逃走！打这！我这宝贝不晓得到哪里去啊？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属谁呀？这是金小姐的遭遇这是讲到的山贼。你可知道金小姐又是何等样式啊？你是大家闺秀啊？她是个尊称为王的女强盗。我才不信！哎呀，你这个糊涂的东西，快随我走了吧！我不走。就是金小姐是强盗，这样好的强盗，你到哪里去找啊？你也不可以抛下人家，导致，爷爷夫妻百业恩，我也舍不得离他而去呀。可是他尊山为王，抢劫官家乡银，导致官兵小散，但是将你阻止，就是这一刀砍下你的脑袋，我看你走是不走啊？那也要与金小姐告别一下嘛。哎呀，你与他告别那还走得了吗？趁那女养老完人先听你是无有防备，快随我走了吧。好，走！你往哪里走啊？到这了。哎呀，快随我走了吧。走呀，走呀。黄灿灿落得大桥问世上，前门半步西东开，他老真困混冤嘞，先富后用不心是罪，不心是罪，输掉的小儿西开不是我，不是说卷情难，哪得顺公去正规？不是我当机立断下山贼，至今眉目谁好嘞？怎能去尊老的不境界，其高官要门楣，这真是一生尘内相聚体，皇恩浩荡是江黑。
参见状元公，这谁死了？向我身份说，是从特生道教道下山者来到京城，一来是上天保佑，二来呀是分章得意，山上18金榜题名，得中了推名上元。这飞黄腾那么是指日可待了哦！小哥，小哥，哦，要叫状元公，状元公，启禀状元公，喜事来了。哦，喜从何来呀？就在自己，嘘，谨慎。讲哦，就问这次七小子来了。啊！哎呀，他人在哪里？啊，你在门外。哎呀，他的真身打扮是何进得进来呀？他名副打扮，真情而来，得知相公中了状元，过来此相声。打开正门迎接状元夫人喽！大姑叫你高声喊叫，打开正门，全有此理呀！哦，我明白了，像是金小姐来了，状元公不便成你，定是让小人先把夫人从后门悄悄地接了进来。对，我这就到后门接状元夫人去。还不由我回来。哦，我又明白了，像是夫人来了，只能从后门进来，先把有什关题，定是要小人先把夫人先过安生之次，再与几个家人说，夫人从原先进京，要大大的念叨念叨。对，我这就召见上任。啊！我要多带些银两，替夫人办起义务修缮，是也不是？哎呀，你这个不明白的奴才！书记，我倒实在有点不明白了。哎呀，你呀，你转到哪里去了？生我不解啊！我个这耳朵，莫非出了毛病不成？小哥。天地良心我你这个不明白的奴才，想着你乃是京城里面天子脚下，我又是个上元，天子门生岂能随律山贼讲道？你叫金小姐呀，说为善，免得被人困出破然，撒下杀身之祸啊！快去呀！我不去，快去呀！我不去！哎呀，快去呀！对，我就是这个贼。今日金榜题名字，来了山贼与台湾，我有艰难见，心里盼。是盼非盼，安金黄那人匆匆离
孤情人关哭凄凉，夜上连凤叫滚水响，他虽然扶刀龙枪待气好，陪我假日娇媚呀，梦里他独一灵，心事恨他结果想，上元难遇到非空，无呀真苦配凤凰怎么进来的呀？实践生我言语之物，叫我在客店等候，使我放心不下。趁此黑夜上我亲身功夫，若想来见你一面，这可想当初穷途一句恨一人，今年丢弃求心泪，本当常见去相承，官非徒真相配。金小姐，这口气不对呀！你叫我好为难哦。想这里乃是今生的面天子家乡，咋被有司衙门知道？这怕你呀性命难保哦。我倒是什么为难？难道这有司衙门还管到你上元宫府中来扎成不成？不记得当初山道上，你早在苦临渊道下，啥不是如今不必来相聚？你早就化为不过去观皇上，苦记得从良家去成婚配，在红桌上场对对门是娘，谁知
子你看是心非好相三你这夜话太把儿生笑。怎么你生了儿子冤家？这宝儿一再催，可怜他与娘父的命归。为情你单身投机高山下，长风露宿最天涯。你不念夫妻之情海洋深，也当念父子之心。天来他变化永永见人希望，不念旧情心乱思啊，想起他虚荣不乱心一生，必报他为今相聚恩义大，他为我生死门中存疑，我怎能夫妻之情父子意，先抛家。娘子，这2年你受了苦了。你呀，好无情啊！都是本身的不是啊！哦，娘子，来，我们属下说话。娘子，哎呀，不能相生了。他本是身伴重罪遭擒拿，杀过问吉祥不王法，奴才与他与谁家？这是对官还要把对路杀。金小姐，太轻了不得了！想我是天莫吹换长香，平生受的是神人家，祝你我心爱深，真是道路不同分真假，想我是天子门身上云空与你，身闻不负奉培养。在心生色尘不心不与我负命也负从天。
身份说，我们三不地，谁是乌鸦，谁凤凰？到时间，我为娘，你为爹，看在娇儿的份上，你总不该细心妇女呀！呀！这段就算下去，真是好啊！哎呀，这。唉，事到如今，我也真的是死了。我好比一口林子长山崖，你好比一种野草的一路下。我是古董却凤凰，你是可是李文雅，门不当户不对，情有往头难相见。在现实精神一时大胆，我是境内是少林名官，岂能用你胡言乱语？说为善便罢，事上不说。怎么样？叫来不当官人，只怕你难道发忙？审问说。你想动我不成吗？我与上阵是道长，人是说三次龙剑策略是要分。小姑吧，什么？想不到不仁之中，竟与你这样好的人，像他这种非义之辈，不配父母保荐。子母娘子饶命啊！身份书身份书，青山不给，落水上去，令我何为有情？娘子饶命！小姑，娘子饶命！哎呀，小姑，金小姐走了。小姑，金小姐走了，走了，哎，走了。哦哟，好险呐！都是你自己啊！北国家那古的长长两鬓，独自为
乔房子刘存金，如今他改名金凤江，巨翁山上摔一柄，国家遇难考中两望今我不是劳苦，千里奔赴请存金。催马扬鞭，山贼前言挂帅真了结果救命。我向巨龙山上兵夺将光，策马草原已十分精烈，孩儿神意长大，莫求不传下将令，这边进度稍去进当。原来国外祖母出师之愿，那孩儿嘞，让母亲你也走上几天与王对，小孩子也排服耶。我的小少爷，你的用心大是天啦，这有不可，这有不可啊！你呀，要发的孩子去了吧。大王，山下与老花儿斗对无杀，身传自保，兄弟八许，对当八法，要面见大王。你可曾问他心诚名才？心怀明镜，官居一品丞相。你得怎讲？皇丞相到啊！打开帐门，派给相爷。好，走喽！打开帐门，派给相爷。
王爷必应有在此，还老夫大力存拜。不拜也罢。恭喜王爷爷举母亲的大恩，送来就赶紧祭拜。起来！这是爷我儿受好，真乃是将门后代少年英勇哦。夸奖了。王八母亲，言着女亲。不知为了何事？我是为你而来。为我而来？我问你，身为将门二代，为我转山应承多少，做事倒口生呀！我一不当家列所，二不杀身防护，算不得到口而死。既不为道，为我要招兵买马呢？为的是替父报仇。可惜呀，你的仇报不成喽。怎么报不成了？还是你父亲的奸臣，他已经死了。你得真讲。我滚门应他死了。他死了。母亲，中传奸臣早已死，朝堂上昏君万里扬，孩儿同他军马上兵扫，杀昏王将身去报。母亲王爷爷在此，清官无言论。王大母亲，叶子女亲，燕子女想受人一死，就算上场替你报了负责。老夫此来因为江山所急，而为你忠孝双全。王伯父倒有请教。自从你临尊去世之后朝中无有了刘家将，奸臣当道乱朝纲，到如今不过遥望少了饭，只吓得宋王禀告谁洪王，夫人领兵把帅挂，老夫一本走君王，保你挂帅赢了去，说说机子快分享。听伯父说来，那辽王造反，宋王爷他的江山难保。是啊，孤儿要请神女下山挂帅平了啊！哦，不想宋王爷也已去我刘家之臣。叶神女啊，想宋王爷也降下圣旨，命你为兵了大元帅，你的威风嘛也够了。你呀也算是扬眉吐气，光宗耀祖了。王八路叶我的父子单中请把江山保，只落得浮草门外
叶人女，应当是自不折服，臣不为君啊！年老夫年满苍凉鬓，怕人风尘把儿女情。你不念宋王君人意，也给你我老王今与你家私交情。为国家替不得当年恨，为民全下心头愤。王八母，宋王爷江山负罪人，老母他恩他记心，岂不负您的私交情？君臣一朝一副官分，明了王法并不难应承，好举兵还请到彼此而不念私交情，三不念老夫的旧恩。同船一骑永长心。王爷爷，翠宝生儿，你替王爷爷去劝你母亲一劝。怪主的大仇必报，受人已死了。那宋王已死，小小年纪好不懂道理也。真的不知道理。想你王爷爷当年担下血海关系，放你母亲逃生在外，再有你这身子上，想宋王爷就是得罪了你，也该宽在王爷爷的份上，失去心意。翠宝孙儿，翠宝孙儿啊，你避免欠些家教了。王伯父，我倒也是请教。请讲。相信父虽被奸臣杀害，那宋王爷不会听信奸臣之言，害我县家。遇到是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我与宋王受生之害，了无法比，是非是杀杀谁杀，害谁到人。呀！不好！万语全国尽，王的老虎一片沉。叶子女，流光已永在，清江不是即将临。哎呀，我的流光眼底已死得好苦啊！我的流光眼底。
雄兵8万，边关镇，哪一股反王官撤兵？多亏你东西转南不正，金枪一棍定太平。这倒是将门是有将门，有谁知弟弟后代怕了兵。你的呀，不料王得知你上了令，你兵这边灭了城，我是与不滚去出征，误了你为征边关，谁为你？待我再来击他一击！呵呵，呵呵，呵呵呵呵。报复实在大可先夫，为我现在于是此发现。呵呵，我想你兵不进，粮不足，父义不高，技能不深，比不得当年我那刘光眼的呀。永久久江郎子，大夫你来哭，苦他心啊别必须将内先白个毛，他从青到学迷魂要变成去从下山与那辽王一尊啊！知道你即将有妙算，我发兵回归，把李明君。好吧，燕子女救兵是救护，快来接旨吧！去马！要我发兵万幸与我3件大事。哪3件？先父却战父们成人为先，我要送往朱内乱教生存素义，亲自祭奠，谢谁天下。要是宋王他不用你，兵马不还。好吧，凭着我这条老命，答应与你那儿女。少时满手剑影，费尽苦战。啥事？是的，那3年，
各路兵马听我指挥，晚上吩咐引我挑起。身为元帅，一该至此，快来接旨吧。王爷爷，我去了。我去吧。沈文书啊，沈文书，我看是谁杀谁强？啊，言之女，军情境界何则发兵啊？30之内。好啊！大夫，得可知我兵马为同？粮草协议喽。我要问你，讨一个云两关。且在汉路总兵，你选上哪个就是哪个。且在二路总兵，三女一概不用。哦，难道用着老夫不成吗？不滚于老，不无大家。我这样那文章员沈文书。好好好好，慢了，你再讲一遍。要那文章员沈文书。你与他有缘？不缘。有仇？不仇。既是无缘无仇，他是文官改条无责，既不用兵又不会动枪。一到了正夜，你不是要他去送命吗？哎呀，我是王伯父，你还是以我3个条件，就是问你讨一个云两关，你也不肯。他是文官，不能服掉。难道我在逆流之辈就能上阵当丈了么？好吧，待我为得进去说明那文章员沈文书也与粮草到你帐前听用遍了，老夫告辞了。备下酒宴，以八路祭风。望命在身，不能久留哦。此次送一子女又到了。明日3更烧饭，5更起身，兵法偏了。我现在最不动了啊！相公儿，相公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相公。3篇文章我为阿信，云凉真的我无阿
相公，现在想没有啥个用意，我要想了，他走吧，他走吧。快已经来不及再快走吧，相公快走呀！吓得我头发昏嘞，心发迷，炮声连天，响着万兵击两。哎呀，神魂魂枪魂枪！哎，没有什么。哎，小光，小光，哎呀，小光哎！小光，这不是白皮节粮，是大英名炮啊！大英名炮，大英名炮！哎，哎呀！哎呦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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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呦，想让我一身冷哦！哎呀呀呀呀呀！这是神我，哎，离大营还有多少路啊？还有一炮之地。哦，一炮之地！哎呀，尽了尽了啊！带我去见元帅交差。神我，领见哪来？领见喏。神我，多少人马的粮草？15万，15万，15万！我见了元帅交令就位，哎，小心粮草。相公，你时间要当心了。哎，走了。随着领接心欢喜哦，交叉真不容易哦。门上哪位谁？哪里来的？云亮国一接粮草来到大营，就见元帅。哎呀呀呀呀！你谁来呀？你可知道耽误了多少时间呀？我可误了3天呐！哼，说得好轻巧啊！千里路人，总是一步一步走来的呀。还有你，儿子，他的苦对还是与你。启禀元帅，云亮关在营门求见元帅。怎么云亮关他来了么？红军上面叫他帮忙而进。是。有他的好处了。云亮关，元帅命你报门而进，你要与我小心了。报门而进。报云亮关告急，报云亮关告急，云亮关参见元帅。
你是云阳官吗？是下官。免礼，谢元帅。众军来去云阳关宽恕。谢叔。算从我长下仔细称，故传是差儿年间分一生。云亮官接粮到此，一路辛苦。千里把人苦，倒是有些苦的哟。好一个有些苦的！我来问你，借来多少乘马的粮草？借来15万乘马的粮草。我约25万人马，借来的粮草为何不顾一半？我再问你，粮草可曾竭尽大营？还有一炮之地，一炮之地就是无力。犯兵上来借粮，叫本帅死后切谁得去撤出！粮草乃是三军之命嘛，你为吾担负了舍弃。哎呀，路途崎岖，难以应对，何况也只服了3天之计呀！鬼官，粮草分至三军，军令还是你看得清。一万贼万难困死，人军大业给分占你。刘元帅，我常闻名儿天下闻，万岁青天鬼门神，此番公子大良民。刘元帅，只怕你要分占营，分不成。怒呼声，妇女的青丝不留今日仇恨天津人，军法是上不用心，听一声刀不声，大张进。元帅饶你，元帅饶你！云面官放粮出去。哎呀，元帅饶你，元帅饶你！看我的令下本是。刀下有人。尊敬元帅，我儿不是紧张，元帅不知你要问在何人？真的是一云两官，那云两官身在何处？怎么我还要与他舍弃？元帅，敌人出兵，先战大阵，与军不利，白马母亲开我的儿不是来将心，我心来他命，你为父亲操不成，怎知道今日到他营，望空在我
谢元帅不战之恩。不是本帅不赞于你，是少将军与你将心，还不上谢谢过少将军。是，多谢少将军救命之恩。不管。百事新元帅。是，多谢元帅杀贼之恩。担负粮草，反目将领，死在前面，我在难受，拉下去送当死的。哎呀，少将军啊！再与逃命者一论战。哎呀，少将军，少将军，少将军啊！少将军啊！也是儿子，三三四40关当得我鲜血淋漓。与元帅这八抬不行，一敲一挂去告别，明清元帅年丧启禀元帅，云两关请元帅迎丧。当夜到了，还念什么事？呀，得去云两关，赐他甘露爷爷，小心驯鹿当根，才与差错两人去访。你们。元帅赐你甘露一面，小心驯鹿当根，谁有差错，两罪举法。拿去。哼，你呀，
民讨迎提高，先贤儿今朝命无辜，四十棍当得不必有谱，一敲一挂好苦楚，当了骂了不算数，有酒一面扑东路。你滚过那东路，上元不足走根夫，为当初写文不及故，事情与共相对数。元帅呀，我与你光日不远，今不催。哎呀，为什么苦苦逼我生夜深沉。天当他四十棍，家
啥事我去真来到，夫妻久比事妻娇。
如何还不是同路做官吧，更强。上元老爷，跟官！上元老爷，跟官！好好好，就算跟官。哎呀，跟官，你到哪里去呀？跟官嘛，当跟去呀，明知故问，岂有此理呀！跟官，今天我要考考你的文采。嘿嘿，中军考场元，小娃鸡蛋哦！哎，管他鸡蛋不鸡蛋，我这里有4句言语，你是队长，元帅开恩，就免你无罪呀！哎，哪4句言语呀？你且听了，虽比现在林子草，虽比野花张鲁吧，谁是无你插不进，谁是独行草娘。这4句言语是何人所讲？你管他何人所讲，你在队上元帅开恩，就免你负罪呀！这就急了啊！我心中问言，4句言语打碎听。上2句无神机，常闻福临清玉林；下2句大拇指，口气好像我的情。一时想不起对他话，莫非母亲吞心意？鲁王花插不下，逼我死尽。临子草娘逼着母亲。跟官，你可对得上啊？对上了。哪2句呀？你且听了。这4句当头啊，都有一个水字。我把这个水字啊，问此句分别改成你呀。你比仙山林子草，我比野花塞路旁。我是无你插不进，你是有心少妇娘。你是啊，我你不对，是你我你。我知道是我你。哎呀，万不由我回来。哎呀，是你我的啊！是你我你。对了，行好，明日进帐为王，对得好，元帅开恩，就免你无罪呀！下去吧。是。我你，是你我你呀！你要因我急死了啊！
今他身着大牛，水中操着没有你的门儿，真困我困他又当又实在，看是年人不去居心当我世人问日少，再当我八人也不恼哟。我失去昨夜，失去谁？我只好忍손心大更强。有请元帅。启禀元帅，云两国的家将升官求见，命他觐见。是。升官元帅命你觐见。哦好。用两国家将升官求见元帅，郑粮草请带，请元帅受阅。呈上来。是。哎，这个元帅怎么像是九保寨上的女大哦？哎，这个碰见的女将怎么像是要杀？对我冒将也是。元帅，谁叫你大呼小叫的？出去出去！众军不许惊吓于他，快带他到会帐细细去他。来。王人先报，有请。你这里皇丞相，老夫参见元帅。这里不错。当得。伯父此番是奉旨而来。奉命而来，奉命而来，这圣旨嘛，不可也罢。
告诉保得知，所以一仗成功，那辽王已被神女生擒活捉了。哦，有这等事，真乃是我大宋朝之红佛爷。哎，乃反命之佛。反命之佛，反命之佛啊！叶神女也是老夫有眼色人啊！元帅号令真是非比寻常，大不天还有人当根呐！诸军来，叫更官觐见。是，更官。哎呀，更官，太阳都要到日烧了，你还在当更啊？小心噻，小心噻，不得不小心哦。元帅命你觐见，元帅命我觐见。哎呀！元帅将领，你经过违抗，不滚呐！不滚就好，随我觐见。是。更官道，好，让我来见一见这个巴结的根官。根官见元帅，罢了，见过王丞相。见过王丞相。你这巴结的根夫，把天外来当根，怪不得元帅要封你为根官啊！更官，我来问你，你当根有无事情？为本元帅，在下送一根，当到五根，东营追到西营，也无事哦。你一根当到五根，东营追到西营。是啊。本帅我做了两王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混了，又是40军棍呐！为兵元帅，在下这3根铁都到营房去睡了一觉。好一个睡了一觉！来呀，与我送到！哎呀，我的车呀！狠心的杀！记忆，苍天公，你是不是昨夜了上院，可传起根夫来了？哎呀，老乡爷呀，都是你呀！我见的好差事哦。不滚呐！你的差事是元帅而定，老夫不过是带信而已哟。是他指的。哎呀，完了啊！父亲的亲啊！慢来，放在你叫一声我的妻呀！哎，等元帅拂袖而去，现在你就是无心的妻呀！我问你，妻是哪个？父是何人？这个根官，尽管无言论欺负我母亲，是何道理？你讲啊！儿啊，我偷我便宜，走吧！呸！休得无礼！妻子哪个？快讲啊！哎呀，这老乡爷，是我家子母。谁是你家子母？是元帅。元帅是你家子母？哎，是啊。元帅是你的妻，小将军是你的儿。是啊。既然怪异呀！慢来！既然元帅是你的妻，为什么要当
当你骂你罚你杀你，而不来审你。老乡爷，我讲想过啊，他是还是说话得讲。哦，他讲的可是实情？是啊，身份数啊！你好言，穷途末路他将你拒，一早得知你将他分。元帅他当你骂你真不根，我与你同朝为官，也蒙了血。哎呀，老乡爷呀，你等好当中的娘啊，只求你夫妻父子全相和。哎呀，老乡爷呀，身份数一番就高，一番数不与我暖了心肠，洗了老乡爷，好吧，就饶了你了。多谢老乡爷。嘘，儿啊，看你爹爹可怜，你就认了我吧。我认你。哎呀，老乡爷，谁好孙儿，来，你就认了这个不争气的父亲吧。哎，小姑，你不要高兴，今天就走了。我要用字幕证言道：难怪你。哎呀，老乡爷呀，你送我们送到西天，你也发的要与我相公发儿啦。好吧，
我只有再去救救我那燕神女了。多谢老乡。保生们，你们在门外等着，我叫到那股进来。好，记下了。记下了。快去吧。哎，什么？弟弟，我去了。哎，去吧去吧。上元公，准不准是老夫的情，审不审要看你的面咯。到了万不得已之时啊，喏，还得用上这股力。哎呀，惭愧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哦？快走吧。啊，燕神女！王丞相，你带的何人？我没有带什么人啊。要上宽步报警。哈，燕神女息怒，听老夫叫他随了撤去。燕神女要上宽恕。啊，燕神女，想当初张元公虽然有许多不义之处，又倒是夫妻无隔所之责。何况今日燕神女病了得胜，这功成名就嘛，少不得来个夫妻团圆啊！张元公啊，元帅有了老夫的情了，你们夫妻见上一个礼吧啊！老乡爷，王大夫，这些是你的不是了。这不是我的不是了。深更半夜，把这个官吏在小的根官带到会场，满是旁人议论，才被三军知道，叫孙女怎能伸张法令啊？哎呀，燕子女啊，你们终究是夫妻呀！什么夫妻不夫妻？我那狠心的丈夫早已死了。你是真的不认他了？本来是不认他。哎呀，张元公，老夫死了半天。他不认账啊！老乡爷，啊，燕子女不认张元公，是否看在老夫的份上，让张元公来审你呢？啊？我不认他，他审我做什么？哎呀，夫人，皇上想死了半天，遇到是不宽生年，宽个面。哎，夫人，我不叫那个什么少年公，你问他一问。喂，过来，元帅问我啊。哎呀，去得的，去得的。过去怎样称呼啊？少不得叫他一声娘子啊！叫他一声娘子。老乡爷，你可不要这样，你这一追，他是动刀动枪起来，下官岂不性命难保？好吧，我在这里候着。北辰春金元帅。本官不在现场，到此责成。这个讲啊，谢元帅，杀谁之恩？先一谢过，不谢也罢，下去。是，哎呀，哎呀，什么时候那股子往腾腾吐吐，快与我讲了出来。元帅，我的亲
焚书，贤家春朝亲人哎，孟娘子虎口相聚，上衣抚慰，江湖女呀，幸好上是几红人，是主美，夫妻是叫相亲，温柔相依不是金星娘子是道宾，心当春气是美，急忙忙到下山爬，杀对水连轮，书生看家辛苦用，怀念我思念你。虽然是上元节的迎开，依然是孤灯多少水空位，不必呀定期再去查把劲，更不要杀气灭子生死美，娘子千不该万不该，往日誓言不可再，多求娘子做前缘母，只求为娘子当根树叶，日当根树叶，终身不悔送心。元帅在上，手握开驴，快起来！大谢元帅，手握再开驴。这是回复，方才是下手叩见元帅，此经呢？此经那是四度叩见子母。哎呀，子母啊，你就生了我手握，也就生了我家相公嘛。哦，生了我家相公嘛。要这声望，你们好大胆！你们尽管寸土一起来虚荣于我，你们睡了他多少回？请问花言巧语，张三龙鬼。母亲啊，你就认了弟弟吧。哎呀，我也不明白的很了，你倒先生了你弟弟了。你可知连那狠心的弟弟当初可肯生你呢？但下官早就相认了啊！母亲，你就认了弟弟吧，拜见你跪下了。哎呀，子母啊，手握我也叫你跪下了。上元公也在用得上这功了。娘子，你就认了白人吧，白人也与你跪下了。父亲，你就认了相公吧。什么？你也来事情？我为的是夫人啊！啊，燕子女，你快跪下这一大片，你就算了吧。我怕当年再跪下一大片，人家
也不肯顺的呀。难道要老夫一一跪下吗？侄女不管。燕侄女，自今你大功已成了，你应该高高兴兴、团团圆圆，来个夫唱妇随，落居天伦呐！燕侄女，你要再思啊，你要再想啊！这上元当根啊，永难返。